方行駛。你咁醒嘅，你會見到郵差佬。我覺得呢度會有啲咁嘅嘢，同埋我覺得請走右側兩車道。泊街嗰度要小心啲，除咗泊咪標。咪標俾人刮嘅機會大唔大？都唔係好大。即係呢啲位啊大。呢啲位大。黐線我撳咗去最停，又到咯，轉一轉就到。係咁叫佢轉右咯。向右前方行駛。喂，開始導航啦，記得扣上安全帶。冇咁大聲。細聲咗啦。好緊張，聽到你把聲。點解咧？唔知點解。溫和嘅喎把聲。覺咯，我唔記得拎張股票俾阿棟，陣間返屋企跟住行落去。咪佢上嚟揾我哋係點啊？睇下佢，可能佢行上嚟揾我。佢行上嚟咯，你客嚟嘅嘛。如果就係指意我去咩喎？睇我驚唔識路喎，睇下兜一轉先。聽日我兜一轉去好事先。好事？係個金都啊，太子嗰個叫咩？金都。兜一轉先，跟住就係金都兜一轉去香港仔。我哋要開始兜。前方400米經過環島。應該少車啲，可以兜一轉先。前方200米經過環島，請從第一出口駛出，往九龍方向請直行，沿輔路行駛。進入環島，請從第一出口駛出。呢個彎轉得嚟。駛出環島，進入荃灣路入口。前方150米，靠右行駛，進入荃灣路。靠右行駛，進入荃灣路。前方1.6公里，向左前方行駛。前方1公里向左前方行駛，進入匝道，往尖沙咀、香港西、大嶼山方向。請注意急轉彎。前方500米向左前方行駛，進入匝道，往尖沙咀、香港西方向。
駛，進入匝道，上坡，往尖沙咀方向。前面嗰架車去得好快。請小心右側有車輛會入。請沿青葵公路，繼續行駛5.1公里。前方有10公里以上，行駛暢通，請靠右沿主路行駛。有個女人，你聽唔聽到㗎？聽唔到啊！你走咗你。走撚咗啦！有個阿時入咗嚟，喺度抄牌，跟住我唔知咁嗰個女人，我見到有架車載佢嚟。請靠右沿主路行駛。請靠右沿主路行駛。請小心左側有車輛會入。啲警察真係抄牌。呢句説話真係好搞笑。我咪同你講呢個禮拜會好嚴厲嘅。又唔係好嚴厲嘅，一早抄咗啦。如果係佢都唔想翻警署有嘢做嘅，你抄完嘢到翻警署又要抄書，做多樣嘢嘅啫。所以我 suggest 咧，如果拍街嘅話咧，就唔係好 suggest 啲人都係咁。請小心就左側你喺車有車輛頭玻璃會入。寫定個 number，寫前定個方2電話號公里碼。靠左行駛，往尖即沙係咀方向。 even 係你可能有啲請注意餐廳右側嘅食肆車道嗰啲老變站。闆會打俾你，話有人嚟抄牌，或者警察都會打俾你話你好駛走架車，咁佢都做少樣嘢，佢只係打俾你，跟住你又唔使俾人分手合意。我個頭出嚟望嘅時候，你已經走咗啦，我見到。慢咗㗎啦，即刻跨個欄過去。前方1公里靠左行你喺邊度駛，見到有駛出高速，我見到前後冇車都往尖沙咀知大鑊方。向。頭先？你睇到我明明睄到前後都有車，跟住又睄到一嘢，點解前後冇車嘅？邊會咁順？跟住見到個警察喺我架車度兜圈望下望下，即係加拿林衝過去，hold 住 hold 住，即刻揸走啊！跟住前方睄到我， 500米靠左行我駛，駛出高速，往尖沙咀方向。都係㗎。佢仲未落步，我見佢想攞筆㗎啦。前方200米靠左行駛，駛出高速，下坡，往尖沙咀方向。靠左行駛，駛出高速，下坡，然後150米，靠右行駛。前方100米，靠右行駛。